新加坡嘅打工仔最大嘅錯，將儲蓄當投資，20年後究竟差幾多呢？今日我哋計一條最實際嘅數啦。假設你30歲，每個月可以儲1000蚊喎，我哋睇20年後呢，即係50歲會係點呢？方法 A， 純粹擺喺銀行，本金1000蚊乘12個月呢，乘20年就係24萬啦。假設利息係1%呢，大概就係25000蚊，總數就係265000咯。但係計埋通脹2.5%，你呢265000嘅購買力，其實只係等於20年前嘅161000蚊喎。努力咗20年，你嘅錢實質上貶值咗喎。第二個方法呢，就係理智嘅投資啦，例如買新加坡嘅指數 ETF 啦 ，STI ETF， 本金係24萬，回報假設每一年係7%啦，你嘅本金呢就係284000蚊喎，總數呢就係524000蚊，兩者嘅差距呢就係524000蚊 VS 265,000蚊呢就爭259,000蚊喎。259,000蚊係咩概念呢？夠你俾晒你個仔女嘅大學費用啦，亦都可以買一部 A 卡莎，同埋喺日本買間度假屋喎。同樣啦，每個月1000蚊，20年後呢就係因為你將錢放錯位，人生嘅選擇就差天共地啦。今集用數字話俾大家聽，20年嘅差距可以令到你人生有啲唔同。下集話俾大家知嘅正確做法。save 低呢條片隨時可以提醒自己㗎，記得 follow 我哋，開埋右上角嘅鐘仔。下集我繼續同大家分享啦。想知道嚟緊嘉 Sir 點樣部署指數，加入我哋免費投資交流群組，一齊升 level。